陀仔今日做體積容量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有呢個題目，佢就話文文把1250ml 嘅水注入右邊嘅盒子裏。第一條就水位嘅高度係幾多？嗱，呢度呢有個盒嘅，長25cm，闊10cm，高8cm。佢就問個水位呢會係幾多？即係話呢個文文呢將啲水倒入去，咁個水位會係幾高？呢度會幾高啊？呢度係幾高？嗱，咁到底點計呢？我哋每次呢，佢問我哋將啲水倒入去，個水有幾高呢？你就要將佢有幾多水除翻個底面積，除翻個底面積，將佢嘅水嘅容量除翻個底面積。嗱，咁到底即係點呢？佢有1250毫升嘅水啦，除翻個底面積，底面積即係呢度啊，底面積係呢度。佢係長乘闊嘅呢一個底面積，咁所以我哋就除翻25乘10，咁樣就計咗佢。嗱，呢度25乘10，嗱，陀仔25乘10呢，亦都即係250。你用呢度1250除翻250，亦都即係5cm，呢度係5cm，就係咁樣啦。嗱，跟住到第二條，還可以注入水多少升？呢度呢未滿嘅，呢一個容器呢仲未滿嘅，可以倒多幾多水？就係佢問嘅嘢，即係話呢，你要計呢度佢個體積，呢一度嘅個體積。嗱，我哋呢計一個體積呢，我哋就要去計長乘闊，再乘呢度高。咁呢度幾高呢？就係我哋啱啱計咗個水位係呢度5啊嘛，然之後呢，成個容器高度就8，咁所以我哋就長乘闊再乘8減5， 8就呢度減個水位5，就會剩翻呢度嘅高度，就係咁樣啦。長就25，闊就10，高就8減5。亦都即係3啊，咁所以25乘10再乘3，答案就係750cm 3次方，亦都即係0.75升。嗱，因為 cm 3次方呢，亦都即係 ml 啦。咁我哋除翻1000，即係個小數點向左2、3個位，咁就變咗0.75升，咁就計完啦。嗱，到呢度，文文把1800ml 嘅水呢就注入右邊呢個盒，佢又係問你水位高度，到底個水位高度幾多？即係呢一度呢有個盒啦，佢長就30cm，闊就15cm，高就係9cm。咁佢而家倒水落去，個水會係幾高？就係佢問你嘅問題。嗱，咁你就將個水有幾多除翻底面積。每次都係咁計，佢問你將啲水倒入一個容器，個水位幾高，你就將有幾多水除翻底面積，有幾多水除翻底面積，咁所以呢，有幾多水就1800，除翻底面積就呢度，呢一度係30乘15，長乘闊就係30乘15，嗱，呢度乘咗出嚟呢，就係450。咁所以1800除450就係4cm，咁所以呢度呢係4cm高，個水位4cm高，呢度個水位4cm高，由呢度去到呢度4cm。嗱，跟住到第二條，佢就問呢仲可以注入水幾多？因為呢個容器又係未滿嘅，咁到底可以裝多幾多水？咁你就要計翻呢度個體積。嗱，呢度體積長就30，闊就15，咁高幾多呢？嗱，高呢就係呢一個9減4，因為我哋啱啱計咗呢度嘅水係4cm高，呢度個水位4cm高，即係話呢度係剩翻個高度，就係9減4，9減4就計到呢度個高度，亦都即係5啊。咁所以30乘15再乘5。亦都即係2250cm 3次方。嗱，我哋呢轉做升呢，就將呢一個除1000，亦都即係變咗2.25升。
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！